来有关花莲光复乡的救灾，因为偏乡的道路真矮，再加上路顶拢是烂土，大型的救灾车真歹侵入到灾区，所以有袂少的志工是骑机车冲入里的灾区来帮忙。拜拜。奥多拜伫花莲的灾区弄来弄去，甲灾民送饭送爱心。我像你们现在都是小蜜蜂嘛，对不对？过来帮忙送餐，因为有些像阿头部部落那边、大同村那边是都有一些比较独居的老人或者是比较偏远，他们没办法出来。是，所以像我们现在就是搭着当地人，他们会自己骑机车，变成是一个小蜜蜂。如果有人需要的话呢，他们就会带这些需要的村民或者是需要的人去这个指定的地方。因为灾区规条路拢是烂土，真歹行，路也真矮，大台车无好出入，机车颠倒方便。灾区的车辆没办法进出，然后导致便当无法运送的很完整啊，所以因为我平常也有跑外送，我就想说那有空就过来帮忙送便当这样子。靠我们去送啊，要到糖厂里面嘛。是的，没错，辛苦了。你都知道小路哎。灾民有起诉到3天，起诉背后有亲人无条件支持。好了，他们也都很支持啊，都是同样都是花莲的居民啊。这起诉按什么行为，让灾民更加方便出入，掌握灾区状况。亲像物资站、医疗站，无救回报到3天救灾。花莲的租车公司也来响应，免费提供奥多拜，给需要的灾民或者是救灾超前。真侪网友拢来甲起赞，感谢租车超前的帮忙，和刷条超前、甲物资超前，会当亲入灾区偏乡救援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